鬼董卷一故事七。新昌令與銀魚深宵2點，由於新昌縣令啱啱死咗老婆，新昌縣衙門後堂仲點住一盞昏暗嘅油燈，為咗趕住整好啲喪服，佢請咗一批女工返嚟幫手。呢班女工入面有一個女人特別搶眼，佢生得好標緻，甚至可以用妖豔嚟形容。縣令一見到佢就成個人被勾走咗咁，佢唔理人哋咩身份，夾硬要將呢個女人留喺身邊。之後嗰幾個月，縣令直頭當正佢係心頭好，日日寵愛有加。有一日朝早，呢個女人突然之間變得好憔悴，佢對眼紅晒，說話嗰陣把聲沙晒，好似喊過嚟。縣令覺得好奇怪，就問佢發生咩事。女人好淒涼咁講：我前夫就嚟到過嚟，我同你嘅緣分已經盡咗，我一定要走。縣令聽完之後大笑，佢話：我有權有勢喺呢度，我大晒，邊個敢嚟搶人？你繼續留喺度，唔使驚。點知過咗幾日，呢個女人真係執嘢要走，點留都留唔住。臨行之前，佢攞出一隻銀做嘅小水魚，佢同縣令講：第日如果你掛住我，就望住呢份信物啦。縣令好唔捨得。佢送咗4匹精美嘅綾羅綢緞俾嗰個女人做回禮。女人走咗之後，縣令真係日思夜想嗰隻銀魚，佢直頭係隨身攜帶，一日都唔放手。平時返公堂做嘢，佢都要將隻銀魚擺喺台頭。有一日，縣衙門嚟咗一個不速之客，嗰個人係以前喺度任職嘅一個縣尉，佢之前離咗任，但因為老婆死咗，副棺材仲暫時停放喺新昌縣。呢次佢返嚟係專門搬返老婆具棺木返鄉下。縣尉入到去同縣令打招呼，佢一坐低，視線就死死咁盯住縣令台上面嗰隻銀魚。佢嗰種眼神好奇怪，好似見到一啲好恐怖嘅嘢咁。縣令見到佢咁嘅反應，就問佢：你有咩事啊？做咩係咁望住我隻杯？縣尉深呼吸咗一啖氣，把聲發緊抖咁講：呢件嘢係我老婆入殮嗰陣嘅陪葬品，我親手擺入棺材度嘅，點解會喺你手上面？縣令聽完，成個人呆咗。佢將呢幾個月同嗰個女人點樣相識，點樣過夜，甚至係個女人個樣、把聲，仲有送綢緞嘅事，全部講晒出嚟。縣尉聽完之後，由驚變咗做憤怒，佢面色一陣青一陣紅。佢即刻帶人去停屍間，夾硬撬開老婆具棺材，棺材蓋一打開，陣陣寒氣湧出嚟。大家低頭一望，只見個女屍瞓喺入面，而佢雙手正正就係抱住嗰4匹縣令送俾佢嘅羅緞。縣尉當時發咗癲咁，覺得奇恥大辱。佢命人搬嚟一堆柴，當眾放火燒咗具屍體，最後連啲骨灰都灑埋入缸。嗰晚之後，新昌縣衙門再都冇見過嗰個女人，只有嗰隻冷冰冰嘅銀魚繼續發出寒刺骨嘅銀光。鬼董卷一故事8。張師厚與崔姨娘報冤。太原人張師厚以前同前妻崔姨娘感情非常好，可惜佢哋個仔1歲時就夭折咗。姨娘因為傷心過度，好快亦都跟埋個仔走咗。張師厚之後再娶新老婆係一個叫劉氏嘅寡婦。呢個女人性格非常之殘忍，而且妒忌心極重。佢將張師厚管得好嚴，就好似對待一個未出嫁嘅女仔咁，完全唔俾佢隨便出街。但係張師厚對前妻始終念念不忘，有時會偷偷地去姨娘墳前拜祭。劉氏知道之後非常之憤怒，佢趁張師厚唔留意，帶住幾個強壯嘅下人去到墳場，將前妻個墓打碎，甚至逼張師厚將前妻嘅骨頭挖出嚟，直接丟入缸。嗰晚張師厚返到屋企，匿埋一邊偷偷地喊。劉氏見到又再扯火，佢大鬧張師厚：我前夫生得俊俏，又是名門望族，你係咩嘢貨色？只係人哋嘅奴僕，竟然仲敢喺度悼念死人！
難道我唔會掛住舊情咩？講完之後，劉氏突然放聲大哭，跟住佢全身抽搐，好似俾鬼上身咁。原來係佢個前夫顯靈，一邊鬧一邊打佢，話佢竟然背叛盟誓，改嫁他人。張之厚嚇到，即刻請法師張雲老翻嚟做法。點知法師一到，死咗嘅前妻二娘亦都喺側邊現身。二娘對住劉氏話：我本來喺地府好地地，你竟然毀我墓，仲要將我啲骨頭掉入江，你叫我點樣忍？我絕對唔會放過你。張之厚嚇到係咁跪地求饒。過咗一陣，兩個亡魂先至消失，劉氏亦都慢慢醒返。到咗秋天一個夜晚，劉氏強行要張之厚陪佢出外遊玩，佢哋始終心入面有啲驚，於是又帶埋張法師同行。佢哋喺白晝飲到醉醺醺，將船停喺龍灣。正當劉氏喺船頭唱歌嘅時候，江面中心突然響起一聲怪聲，水面竟然分開兩邊，一個著住綠袍嘅男人騎住馬由水底衝出嚟。劉氏嚇到掩住面大叫：法師救我！我個死鬼老公嚟咗啦！綠袍男人伸出一隻一丈幾長嘅手臂，一手就將劉氏拉入水底。法師當時完全施展唔到法力，唯有大叫船的落水救人。當佢哋將劉氏救翻上岸嘅時候，劉氏已經斷咗氣。張之厚正喺度驚慌喊緊，船艙突然湧起一團黑霧，一個披頭散髮、滿臉鮮血嘅女人出現，竟然係前妻二娘。張法師即刻拔劍衝上前，點知把劍竟然無故跌落水。法師唯有赤手空拳同厲鬼搏鬥。喺混亂之中，法師一拳打中咗張之厚，之後兩邊打得非常之激烈。過咗好耐，僕人入去睇嘅時候，發現張之厚已經死喺法師嘅拳頭之下。當時所有奴僕都親眼見到呢一幕。結果法師因為誤殺被判刺青流放，而呢段冤冤相報嘅往事亦都成為咗太原一帶最靈異嘅傳說。